叔叔，恭喜发财，发发财。还是这样爱解决了呗？俺这样解决起来看这个人。哦，哎，看着。但是今天乐啥的，不要乐啥，你弄到这了吧？吧。现在在嘉宾先讲团的等着说去。啊，乐啥你弄到去的，嘉宾先讲给团的等着说。哦，他真的要求的，才能按。人家去。这些的嘞，头送错。恭喜发财，发发财。点多的我跑完笑。恭喜发财，发发财。头上头给他子，其他些人他让他这就要说。他现在拿他来说话了，我谁理他这样说？还是说话了，我谁理他这干什么？啊，哦，说话。他说咱们国上的那个通过牙齿的。啊，其他地方咱们国上。来呀，那咱们国上的。他现在都到牙齿过。啊，看那是。就买小号3个弟弟在那，那买几个大啊？那当然好，小号3个嘛，这小号不是在那点啊，就是。哎，我小号不是在啥股买。但我们其他的下国外需要。我听说学长啥都没有过。学长啥？哎呀，老高了。我当然的。学吧，老高的，那啥个咱们国上去，你那个军队全部人下。嚯，第一呢，7天给去年去了。人家7天给去。那你了，军队这个是吃不有的。前2个前面呢，俺做那是同给的了，军队700的开始投到人。那是同给的。哦。第一呢，组织那的，组织里面呢，破张不到那个唐吉社长接的了下。当然，唐吉社长出提议，破张不到了，你俺来啥怪，今年的不是出不当，其他是的。破张给我了，到街上快牛吧，出到了这个破张了，运转票着，前面路上他们前头这个，那个估计节目3千的婆婆他们出的，俺做菜啥的运转3万几差不多大个。我那当然的是，到破张的这个唐吉的了，刚那大毛的很容易的，俺是明里看个密码子，电这个300的都要光多去下。他那最多的呗，不打来唐吉的差不多呗，你就是不看了，看了都这样。没呗，那就。哦，你也知道哪座这视频呢？哦，现在妈的光是那不对什么，俺也不顾他妈的么事的。啊嘞，你也知道了3样光线了。哦，妈的，啊，多。哦，把那唐吉的所住那就这个能够保持是当家。我就哦。一年才把开始的，没用些几个，第一个了多是当家的，你是怎么3学的下？现在学，天天爱知道了，跟着学个难得做的。密码给重给的，密码给准接不得的。还是密码给重给，密码给准是吧？哦，还是。这个就是啊，本来让人重给呢，让就重给70岁的别叫人来这个电话重给这一张，贴了电过呗，也让他亏笑，最多电话这个哪怕他赔300，咱是做了的生意的看热多，这样个养点技术的。那养点技术。而且呢，现在看呢，当年是的。还是3年还是属于的。用啊，你说。但是呢，你要蹲在松属于。还是蹲在松。啊，蹲在堂不的干的吧？蹲在堂不的呢，后来人们中间呢都肯就们就下过堂，都对宝宝忙着的干，都3年当年的是亚天们那些书记这个等待去就我们那这样的，进这个技能的马咋不是的？当然的，一年其他事的。天天开始俺做重给给进去年到年纪不走。济南给我对娘牛了，老叫徐南呢。刚才忙不开山南去，中牛了俺都重给拉塞，进去拖到别那个的，哪怕3万信用就白子吃不到是吧？他前面代表是，俺是中间给进去个哪怕的3个钱就对不对？当然，到那这样给屯在你们的看了。屯在你们的呢，俺这准备开起个，看了那里看书嘛就有个当。这说了店里店领导的，咱那是呀，说着差不相应的要他们的说。天呐，距离那他的呗，空气念不起来。当然的。你就天团呢，俺就重给车站长得差来那个错了，刚刚蒙不错的，密码给得到了呀，你就吃不用我的，加上俺就没常买套那吃不拿过的。当然你要蹲在苏北区啊，蹲在苏北的哦。蹲在苏北的呢，确实要我明白讲了呀，阿爸那么生的阶段，俺就不米的。这个钱就当跑都不得是的。我呢，他当俺做军人的，军队的上周给这话题的，军队要不就没中外姐姐，看过组织去的。今年那我重给那边到就错的，你呢陆军行政去不是？刚才吃不出我的过。啊，突然
陆续新主那年一当到是，那是一不转来也是的。我妈我在那找的时候了，难道民族？不对，他民间要多。嚯，大家呢，我妈我他妈了，心就今天因为呢，其他我说我那我都看个古古西单的呗。是，我那不子还做什么都，那算来点是了还是？还是过这些啊，俺心就亲爱的呗。一年看啥边境的配备，后日把心就拿给这里路的你给配不了多少钱？他的这里路的你个，他这那个感谢的个。这个刚下去那个玩的，我都哪里去多少个？肯定是，肯定是。哦，嘿，去那个钱呢？跑我的路卡最去不了。跑我的路，我那去那个钱呢？跑我的路大个嘞。跑我路大，前三天去那个几个名头啊？唐到他是亏了吉凶上。吉凶，啥叫他妈错了？错。前子哈萨马家，哈萨家，哈萨出门顶着掐是，这个俺来心里。好嘞，这老师啊。哦。哈萨不在，哈萨在，哈萨海的上面在，都是这个这个。可那做的价格研究学过来啥的民族？哪里呢？可那做听闻来啥平就没讲。可那做来啥内陆写也忙了，后个军人写也都是伊那俺来写不懂。肯定是。我3天都这个来啥不过，俺这年前年的就的下过。好嘞，但是那可那是新旧那年不是呗？北京不咋多。可那做跑过呢，弄青岛他怎么个陆剧预备？这里头的话，牛一般从给你说的，那你们退休，每日给开支10岁钱，现在到家到100年轻人。那这里年了，我都跑我都意思。当然，跑我那边都中国学校的。这两个都是看到吃个招儿，东个招儿，把你做鸟的现在出来。大家是小孩了，我们妈妈要的看到了，大家要的，开始要的。当然是。一年去了学这个。从小想到开头也是说难了。可能。也跑到这心脏那自由嘛。可能。还啥西米通告的？这西米通告有的。这那个西米，我有热心过的西米啊。到现在我学就，俺西米通告这个我就把特别高。这那西米通告呢？这年头这帮大家西米这帮人咋的要么都。跑了这个西米都是这神马的这是神马的，这是马上考得出来。西米都是啥么的？人民币管家的。人民币我。他讲那西米的多钱嘛？不是，那吉拉斯的，我们吉拉斯当到很难对的。当到，可能你，出不是讲新的那爬台地学姐，爬过家也过走。出不是讲新的。那咱们小家别人拿着下来的个。大个拿着下去，那么到什么的了？其他的这个是拿着下的谁用买不着？平常的拿着下一那出去差不多是大姐，破大那些生意我说的，跑那个冲把某个去，带打过去他拒绝做我儿子。拿着下带完了打过去噻。其他有你对那学要嘛？这个拿着下来，不过带毛用休息。这但你其他的什么人大去不了？那这是。平常把那人洗洗。俺这军队来这多2个省呢，节目出来对吧？那拿不到钱的这个要嘛？对，你说的是，大家的面都是唱个其他老人家在的嘞。对的去了，这里姑娘你给对送的。姑娘你给对送的。俺们拿着下去去了，个人故事缺点就要嘛的呗。大要的，你去哪干什么？你们个人缺点的人呢，他就拿了广告做去。没你那个的冲大了下那不认识，他是那个错吧你？这点事情讲也不玩的呢。真的是，这点是那样子呢你。他给看过差不多明了还是谁来送的？嘞，送来他对的吧？那个地名了，同时讲给他还是我的。那地卡的切出来送的。呀，卡的切出来送吧？那地兰州给拉面装上来送的。这点是啥意思呢？这点就跟那人马日送的。第一那年嘛，清洁了个了，排队安排的上来送的。排队安排的送。他这里路对你来讲呀，他把的路就先送。这点也没大多好，我看了就这点就可以说。这个人家我是人家碰的啊。你在这里年。
我项目就这样的这些，跑我下来的呢，可能你，我们跑我下个言语机了，我对性格充满了设计，要嘛的为什么？大要的我对性格充满。你们我对性格充满。妈的！你那听啥人呐？刚们下广播那个5件啥不就说不得这就可以都。他觉得他们下了5件事的，或者我就想。知道没懂啊没懂啊？你在这里可能你给头头你来说的。你们怕我下了北京从家设计要嘛的呗？你们北京从家的听啥从结果嘛的？你那听啥北京马总是从家西大要的。我在听过来要的是什么来西大的？你在这里呢可能你怕我。我从我就对吧？怕我老么就来的这里样可能你，他给看把扁扁打下吧，马步吃不地名了，看的谁来说？哎，起来个个人说吧。地名啦，老不然人不是我的。老大的是我这个的吧？哎，地看的确实来送的。呀，看的确实是呀。哎，听啥地那了？俺就从给对话给马街瀑布吃的那树要的多。马街瀑布是那到路口这个看要的。知道要嘛的吧？这就可能你马的，天那你嘛切中啊不吃不，还得莫那么吃不错的就是的送的。呀，看了足球这的。大官是看了足球这学不来，没你点啥那样。是的，你这几年可能你晓得的话，这是，要不然就，他给看我托我的名字还是我来。来，双就那个看对的。地名了，守住大街是我的。马的，守住破绽。大街马的，守住破绽，守住破绽是我的是。这地看的确实来送的。当然，看的确实送的。你听啥人那地那跑我我有那个人是这你嘛那地的人呢？听得马的，你嘛人那地那叫我估计准备游戏的是。呀，看了足球这是的。足球就是俺们你们都讲了些年事。是的，都其他的去做。你自己了，连家也看过秀秀过，是不是？其他的看了足球的来站连讲了些。还是其他连这个意思？对不起。这个，当然讲连就啊。那是。可能你对得速度。对。修到大美去那个给给他有个做不多个修都吃的玩家那个修啥什么家拿下个玩来送，赔他了。回去行业咋把第三个说做个去对去噻，去对那个看把个玩来送，赔他了。我说这一个老张的，我绝对把看把个玩来送，赔他了。给他有呗，假如一个人去把独立社区不晓得什么家独立个玩来，赔他了。别人看啥当学明白那个玩来送。赔到了，马上，俺赔到了。你要是呢，俺这得是你们别人看啥个看不你我就赔他了，是不是？那确实是，这些都可能你给，那赔他了，人家前面呢，那俺做来啥用这看得到嘞，心中看得起来，那你来啥开就民族话送了。是个地下白下了，我知道开就嘛，就是他的国民族啊。白下国个人呐。期间个如果庄家不提出来啥参加信息个多了结果都看来送人，提出参加来噻人来的，那兄弟说大用不么都去，其他土干要嘛的大送。俺土干要嘛是。今天来的哎呢。俺们我的学生呀，期间我们那个都是苦没爱上给他。这样子，俺这省军委的、城军委、统军委的、区军委，可能才不赢呢。我说米勒下边人来的小伙子来普及就是。现在才不赢那结束看的用不的。结束别个刚才阿娇怎么想？这里多不干家子，那是这种。你那个。是的。那这地头里啊，俺做中间个屋这个，搞了别的日本当要的啦。那些人话当时结果呗，其他也挺难当的。以前才把看这个地头到哪山那个没多。其他没人写个节目都就其他跟着这样的。俺的难的。俺的难个喇叭个比不大，鲁巴个他们的这个日本当我的这些చాలా难去想。我呢，别让这些，这道可能你个，俺这人现在到起呢，你把那么三就起码我把马人送。哪的？以前路就个人打电话的人那个，那把我把米这个开就什么这个，我去去做了送教，要不就结果了。
他成了北京的组织头了呀，宋教其他哪一句？北京的总军党送叫其他了恰些个呢？现在山东300钱的准备拖这个看过，没事根就那么些钱的这个那么当。家人呢把这什么的确实对吧？咱这个家长什么人经济经济的钱呢？北京的体育经济组织给那么拖当。我那这个。也是说。我是个社会人不谈，是个原来说吧，看把人不能，大家2把钱呢，那我们北京人不弄下去偷我的。我那这个300或者300多，200或者200多，俺这来是中间的北京那些个宋教那年生的，俺就干了啊。嚯，可能你个头都得数的。肯定。俺就拉萨从这地了一那，陆续跟那去一那还讲个蒙古话的。哪里？天南呢，他都一那加大语文那去。是了，这不干的，松姐做哪看？我当不到了，说我都说呢，娘说要我哪俺们在，送教要我哪子？俺做拍给世界忙着出去，可是吃不能个样子，眼睛见那个广州那边讲，俺就吃不透呀。这都赢得蛮死了呢。他都听了，这你做这个套来呀？他说的差点，凭说他们叫的。哪里今儿是不我那人噻？一呢？这是怕我的听了这就组织看我们不是他差不多的，你期间没听的是的，期间没肯定是的是。听了这看不听的，俺是弄罢了，忙不，也不着的，听了，这个开始要嘛的，这，那个一。对不起，你的一句话都是给解释的嘞。一句话都是给解释。今天俺就把我参观调查去，做哪看个对的来对的呢？俺来西边头大就不坚定俺的写。大家的对呀，你说完了吧？可能你的这什么对？咱俺就把我参观过来调查说，一呢？苏杰的同业咱的嘛就说，他的苏杰的你都。这了八角这些个也开始说。我也就啊，就这次的咱那个媳妇的多了，我能知道个干啥的就干去吧。那个苏杰这什么让我让的嘛的学位？这个牌子怕我是我的学位，下个的学位呢，中专接是我的学。中专接社会也多大个人呢？本来中那个他们来难过了，中专接。那他们来难过了，哪专接？麒麟过了。外专接。跑的跑过了，中专接嘛是我来的。哎呀，说的他到底怎么是都什么时候去了？今天进来过来，你个打好过是好过，但是你那个都领光中也是的。领光了。是你领光看见你呗？那可俺满足身大意。看你呢？呀，看了足球的。